念佛能度凶神惡煞。喺呢個20世紀科學昌明嘅太空時代，如果你同人講正常嘅身體如果沖到凶神惡煞、棺木煞等等嘅煞氣，就會即刻一命嗚呼。嗰啲自誇新晉人物嘅人，唔單止唔會相信，而且出口就係迷信，唔符合時代潮流。咁佛教徒係咪應該相信呢啲相沖相殺嘅事情呢？依我嘅睇法係，寧可信其有，但係唔好去討好、祭拜或者求佢保佑。如果將一句阿彌陀佛聖號至誠懇切咁樣念，就可以逢凶化吉，遇煞無恙。據此究竟妙法，凶神惡煞早就已經俾呢一句光明正大嘅咒中之王嚇到跑到九霄雲外去啦。或者呢一句萬德洪名嘅聖號，會將嗰啲痴迷不知反嘅惡鬼殺神降服到心開意解，大業轉生善道去咗，都話唔定。下面係舉3個事實嚟證明。李準年友係方廣班嘅副班長，住喺台中市東區建中街。佢屋企有屋出租俾中聯貨運行嘅司機。個司機太太名叫阿朱，今年31歲，喺舊年農曆12月20日朝頭早去到南京路嘅一間洋裝店，要將新訂製嘅衣服取回。當時突然之間聽到馬路上鼓樂喧天，有啲人好大聲咁喺度嗌：魏國嘅三座取經嚟啦！又有啲人話花圈花車咁多嘅。阿朱喺店內聽得好好奇，跟住都行出去睇下，唔覺意就見到8個人抬住一個大棺木。阿朱即時覺得打咗個冷震，個嘴巴一直喺度嗌頭痛，個心口呢就好似有石頭砸住咁，即刻已經暈低啦。當時洋裝店嘅人呢，嚇到即刻叫一個3輪車啦，同埋一個店員啦護送佢去到復興路惠寶順醫院門口落車，扶住佢先叫醫生幫佢打針食藥，跟住再送佢返屋企。李準年友睇到阿朱昏迷不省人事，五官同埋佢啲手指啊、手甲啊，全部都黑色嘅，嚇到即刻大聲嗌：阿彌陀佛，來救命啊！當時隔離嘅中聯貨運員工人，佢哋聽到呢個叫喊聲，大家呢都趕咗過嚟，淨係見到阿朱呢兩眼反白，全身都黑色，昏迷不醒。大家都話：唉，睇嚟係翻生無望啦。有啲人就打電話去南部叫佢老公返嚟，有啲人就打個電報叫佢婆婆嚟。只有李準年友呢，神色鎮靜，一直攞住手入邊嘅念珠啦，放喺阿朱嘅胸前，個口入邊不停咁樣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祈求佛菩薩慈悲施救阿朱。大約念咗20分鐘，阿朱嘅兩眼同皮膚漸漸恢復正常，個口就話啦：師姑，你真係救我活命嘅大恩人啊！我幾乎被壓到要斷氣啦。當萬分痛苦嘅時候，你個念珠放喺我嘅胸前，又聽到阿彌陀佛嘅聲音，身體先漸漸感覺到輕鬆起嚟。多謝師姑，你救我。鄰居嘅人紛紛向阿朱恭喜，可以得到念佛嘅房東救咗你嘅大命，否則你3個兒女啊都要變成冇媽媽嘅小朋友啦。據說喺舊年7月，對面嗰條巷入邊呢，都有一個先至17歲嘅女仔，佢都係出街啦，見到人出狀，返嚟之後呢，就大嗌頭痛、心寒，醫藥亦都呢不見效果，
就咁離開咗人間。更不幸嘅係呢位小姐，佢出葬嗰一日，呢條街嘅頭一棟嗰間屋嘅女主人，佢呢係信外教嘅。當時佢企喺門邊度睇，亦都忽然覺得頭痛，同樣嘅症狀，醫藥無效，一命嗚呼哀哉。聽咗鄰居嘅説話，大家都向阿朱道賀。呢個係今年2月期間李準年友去蓮社親口同我講嘅。